好，来继续要来讲台菜，有袂少的料理、美食小食面，拢用来空鸡。最近网络顶有文章引起着民众的惊讲，讲常常用来空鸡的太白粉毒性真强，放100年嘛袂生虫，掺家纸都唔敢去吸着，阁会致使着痛风甲糖尿病，爱大家千万唔通来食。这个太白粉空鸡，敢真正有啥尔啊恐怖咧？今仔日的拍鸡特工队。 如图机将一包一包毒淀粉甲销毁。2013年，全台湾爆发毒淀粉的事件，民众对空鸡、骨溜的食品也有阴影。想要到讲最近网络又搁出现相关的消息，有餐饮业的理事长讲，太白粉有够毒，放100冬嘛袂生虫，家纸拢唔敢来。食伤济空鸡食品会致使痛风甲糖尿病。阮实际去观察，太白粉包装顶面标示，写讲树脂淀粉，家庭主妇爱用的太白粉，敢真正有毒？ 阮带恁破毒美术。太白粉是没有毒的，就是说它只是单纯的淀粉。那至于蟑螂吃不吃，那其实是原因可能是在于太白粉它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味道，所以不是说蟑螂不吃的人就不能吃这样子，这个逻辑是有点错误。市售的食用级修饰淀粉指的是把树薯、马铃薯这类淀粉作物经过合法加工，而且都经过食药署的动物性安全实验，经过严格把关，在安全上没有任何疑虑。那咧太白粉敢会引起痛风甲糖尿病？国健署出面呼吁讲，两项无直接的关联，要注意的颠倒是加工的淀粉惊人的热量。它是不会直接引起我们这些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，可是因为过度食用的时候，它就容易导致肥胖。 那咧关键时啊，若想要食一碗鸡，要安怎做，才都避免食伤济热量？专家是安尼建议的。 马上自下皮切角，用果汁挤落去夹，离过了放5点钟至6点钟，出来将这汁倒出来。今底这膜就是纯天然的太白粉，热量低嘛真新鲜。是讲食外口的人，三个社想要食一碗酸辣汤，只要会记保持运动，将热量化掉，实在无健康的顾虑，无需要好食，无要无食，继续是听到。